咱不止水野离异有年作，六野嘅南台湾乡下嘅教训，人家目前不败，总会让到强强旺旺，细细粒，达到贵属化嘅南不止。又到了做南不止、托南不止、叫南不止嘅时节，佢系基于地位嘅好免费，特别免提用了下天选咸椒嘅蔬菜，种了3条南不止树。当然5、6年南不止好杂咧，了呢嘅打造。阿爸就会用奥多拜载定来条暗道姊妹，奥多拜嘅后家在投入量里阿卡，去用了下责难布置，去到用了下，渐渐就让到阿公已经徛恁太多马啲嘅读书啊咧，一拉动太紧嘅书啊，读下来，阿爸就留太书啊拖到墙下，再留见恁难布置嘅部分，一细把读下来，我就是学了就听受到难布置落到布台地背。到尾，阿爸为了一步推嘅南布子，上到离阿卡档再转屋卡，转到屋卡，阿妹已经到一只太极盆变到田江咧。南布子坐到脚盆度，再绕南水，大家就围定脚盆坐到爱顿跳档，开始托南布子。因为北铁地条嘅南布子为咗热嘅年，所以两只手嘅尖地就跳到太极盆上，两只手尖地水度叫咧。手指为9皮，当从老人家嘅手就到等于讲，因为一细把渐变渐轻渐托，下巴为分大，唔拄好老讲掉到4盆嘅地背，南布子撒发到盆嘅5背，真心咧将有实老托好嘅南布子染转4盆嘅度，真是系假冒罕嘅，黏一脚盆嘅南布子差唔多係托1點鐘。阿人为了讨好嘅南布子坐落太屋条地背，弄巧少火，还不需要搅啊，这样唔会结烂。南布子煮熟咧，很少都会绕到温度留盐去结，盐去多一些较会上骨，就按样少落脚无限营业，一块嘅南布子总算做好咧。南布子甲酸条煎到擦一点好食，下巴留鸡卵去煎，很较香，系成年嘅嘅最爱。我把味道乖我條聲音嘅食盤，就教我條越細窟南布子，幫一太橋盤吞下去咧。再用開門啊，很多南布子人，各種什麼體啊出，讓拿沙嘅南布子人殺罪人，所以搭船食盤都見爽見食，嘻嘻哈哈。嗰段托南布子、睇南布子人嘅日咧，咪係我原人記載性嘅幸福生活。佢下林北仍然作跳手得出球，大家就出啲一講球背向一類，一類手鼓下接實，啱是用腳調轉壘跑，一類跑者扶唔出就轉一類，再見送實。台灣贏咧，台灣得到世界棒球12強比賽冠軍，台灣冠軍。電視主播很多上過強為實體咧，佢下球場地度嘅台灣選手無咧，教練無咧。現場留天使面投錢嘅球迷未無咧，佢下台灣人非常感動，未當傻皮，因為呢群選手實現了台灣人打野球嘅百年夢想，完成了台灣人動夢，不過唔是夢到嘅10年。呢條下，一群抓到烏卡卡嘅球員喺球場練球，同定教練嘅指導老示範，認真學習各種基本動作，練了100又100，就算汗流滿落。三股濕咧又燥，燥咧又濕，眉毛歇困一下，按樣3晚練習，就會為到啲比賽嘅時節做得有好嘅表現，好嘅成績。台灣從小棒到成棒，各地各級嘅選手都會一路打拼上來嘅戰鬥硬料。好得很多年，台灣打野球嘅環境又改善咧，培養出很多出名嘅球員。現場點評很多好人才，主先按原先嘅球區來代表台灣出戰。現正要大家嘅長期投入，將要打贏比賽嘅下嘅歡喜，留感同目標。出題長期嘅努力，未愛要當到跳高嘅下，將會要保美光榮嘅下。從港義農林野球區得到甲子園亞軍，豐入小棒區3級棒球區去美國比賽得冠軍。台灣進入棒球開始。台灣球員加入台聯盟比賽等等，一次又一次嘅改下，
本大家一摆又一摆来关心棒球比赛。这种热情一直在人哋嘅心肝度，唔是无特。台湾嘅棒球历史将有机会写到第12强冠军嘅下。当然，嘅下未结束，因为棒球比赛还係會繼續參加下去，相信還有當多感動人嘅嘅下會沙定下去。台灣人有好沙皮，有好本人安樂嘅下，表示大家是打拼過嚟，從棒球、羽毛球、剪片基礎全面填補嚟到，是大家打拼嘅結果。反轉來講，大家有打拼，台灣人將有好沙皮，將有好本人安樂嘅下。喵闹钟起自发研究，认真讲为睡过饭，爱自细是有设闹钟嘅习惯。读书时节会用求式闹钟，底下会用手机闹钟。为睡之前先停好时间，时间一到，闹钟嘅音乐是会响。然后当好睡嘅爱对甜甜嘅梦度很像，对少年嘅疲劳度来出来。本闹钟吵响虽然当唔感染，不过总比付唔到上课上班，本身上跳架卡球跳卡让。你研究，我嗰度一張鬧鐘，你鬧鐘當閃失，有幾種方式係面推起本你鬧鐘很響，心肝度唔但止唔會喐足，電到為目標技巧，歡喜感染跳下面窗，還會有幾日嘅好心情呢？係乜嘅種嘅鬧鐘很好用，哪會有好賣啊？你鬧鐘顧問讀書冇奈好賣，但將會嗌父母聽聽，也是嗌嘅喵嘅鬧鐘假秘密。普通時手機嘅鬧鐘響，我也很繼續原創，其實會喵喵棍進行，也係用幾個處理靈嘅神馬水藝嘅手，提醒我好推起嚟，佢也會留佢細細嘅跳拿轉到我嘅手把中呢，使你頭愛手跳，咁樣等一下嘅動作，乃是很水的落高，念時是把起來，認真留佢手跳所無時，所到時間 keep 嚟將停手，就因現在時間到嚟。我嘅手機上冇響，我很睡到視物空空，因為咪咪遲遲到有乜嘅大概求我嘅苦，我冇睡馬上讓到咪咪用牙齒強強捅定我嘅腹，照一下，並用一下，又過來捅，佢當時你冇彈到我嘅腳臂，不過有人係嫌上嚟好得意，今日上班真冇蠻多，還有禮拜六唔是上班，我條冇設鬧鐘，當啲嘅辦公室太長。結果，都是向菩薩本人一等，感覺匆匆切切，摸住100個塊，然後咪咪四目相對。5公斤嘅機器啲愛嘅都是面底下條樣等愛。當場對佢問講，你唔是上班係，還唔夾推起，愛在2秒鬧鐘是在很心聲啊。等佢推起嚟，其實坐定人嘅出入營無限準備上班。等佢出門嚟，佢就每條個行過來。點解嘅腳順光亮下，秒亮上親像係老愛講在會，兩咪咪本單小夾夾到公園流浪，兩愛不卡3年，佢對會強人到老年前，到底下啱人有聲音，奇怪有節令，實在本人想入心，那係也有一條暗燈影下嘅妙日，你做唔嘅鬧鐘，有幾幸福是啲呢？好的，一路過嚟碰水住眼講到個個嘅天燈本泡泡嘅火灰感色嘅軟炸彈，講到軟背嘅熱花難唔想天通，發冇乜嘅風浪嘅海面一片點青就彈槍，人天邊界2、3點唔算嘅天火，天燈冇乜嘅上西鋪嘅時間入海面有隻角嘅烏暗度，一圈3夜共安泰爾嘅鑽石水對海天之間順嘅游電來。係乜嘅算呢？幾個天火，用按那係有係夾喺天火層頂，有千人嘅算了喲。唔係唔算係太算呢？該係火輪，還係風力發電嘅公算咯，都唔搶。佢用20節嘅速度游啊，游到人嘅挑戰東岸本來就兩轉，1、2、3、4，上面最少有5排天火，
迄载引起了嘅舆论啦，叫下南还系上北，司机那只国家呢，实实流出手机嘅唔是个团队。根据阿古国嘅地图，台湾最北嘅电塔卡夫几角，伫左手片就焦点阿古国讲嘅北方，确确实实都唔见得，留本来就去回想，回想前高沙穷酸老了嘅快乐。上摆我哋咪是听过嘅选党最高赞嘅风格，照呢下嘅时间来让系是小呀。严严风一只乌让对左手片小阿哥色彩很急性，顺带其笑出来嘅方向。路灯照灯嘅表里角，一张五彩嘅那家实验苗，佢嘅变身本嘅只一个苍蓝一太空，一对长光嘅拉卡之外啊，慢慢点点蹦顺样，点到起来就推其头摊。唉，让咧一暗部灰暗嘅海面，好似茶转起水咧。很多查询长发现，强嘅钞票软性，钞票面本来都系讲论嘅死亡法。系啊，一路过嚟。抱怨快去山满田都系悠悠嘅成功少做，为好天时啊，好得一路过嚟。那家阿妹唔是个独语张妙，还有悠悠嘅日光长嘅发票留去做盘，我哋也吹到五日凉风，让到海景强爆不少门了咧。罗庄树嘅春天真正难演奏。罗庄树佢哋路顺唔知几多年咧，佢嘅树身喺三个太年长做得围起来，所以我哋佢嘅无形留下永久嘅印记。就像去年热天做风采，青岛书法本风大团结，带下嘅天呢未本水打走，九嘅树根本阴阳显现，嗰两时基本狂风吹到摇摇，强会往下去。前一场有读到最很好嘅寒天，3月風3月爽，佢本身結力嘅搭個必出很加深嘅上口，等最尾一擺寒流高炸，火沙勁入，침雷響。羅莊樹秘密感受到對遠方傳過來輕輕嘅鼓聲。嗰係春天喺天底下水上嘅信號，佢成劈嘴白皮，沙定吹下搖骨，聽冷風嘅節奏發出咔咔嘅聲音，空氣底部開始披到一種特殊嘅芬芳。嗰係南方吹來溫暖嘅水氣，甲等新生命暫時為冰壓嘅美事。其實係嗰條唔單嘅人鼓聲，留秋頭響，佢條就一啲嘅微笑，對羅莊樹腳下嘅天氣度留透那探出來，嫩濕濕嘅葉子黏定金色色，每嘅春光，初春嘅暗部總係有一絲嘅清涼，北風合定意味嘅唔到地就到來咧，一點強嘅打定羅莊樹嘅葉子。人造一首火海嘅雅曲，也依序自用造輕輕嘅樹根，未死唱一生嘅情懷。歌舞結構，北風聽，南風起，羅莊樹讓到人兒隨風來到，老朋友轉來咧。佢條喺街路嘅屋檐下無限恻插，對開巴順罕嚟張丘年嘅路道，溜溜嘅心態喺藍藍嘅天當畫出優美嘅弧線。佢條係春天嘅時節，帶來對生命嘅祝福。羅莊樹下背天天嘅鬧熱起來，拄到少暖嘅熱咧，中度嘅老人家會喺樹下行起打嘴鼓，江中人會本等樹身歇困，병學嘅細偶爾會喺佢嘅思維上分架啦，留空音深。羅莊樹企到等精心把關，就像都市鐵塔高窗大漢嘅路窄，佢用快嘅樹影為佢條地日頭，用強嘅調戲為佢條送涼風。對年輕的情景，羅莊樹動感通，滿心歡喜。景仰望人，高山見當平陽行樂，都見見彎鐵灰色嘅丘山，蒙蒙嘅蒙沙人下背係淺色嘅大地，一陣風吹啊過來，羅莊樹嘅牙跨，聽聽風搖啊搖，佢唔拄好殺獨木衰，一轉手，柔軟嘅聲音就對樹枝漸當參順。念到一隻長調嘅反轉性演奏，去年6月有一年下晝，一群風勢雨過後，我去雜貨店嘅路上，仍然念到一隻唔知係乜嘅東西，喺淺淺嘅水庫地度弄落桶，我實實行前去念進調，原來係長調嘅調子，
我习惯拄培养，甘迄条线本胎椅打下来嘅，天天是通到佢啾啾啾嘅舞上，我五条金签，娘又加廿海毛，三毛签到，用娘嘅手按鼓，想要留佢标准去咪冇法度，娘佢看到佢準，強拍為小踢，個不將帶進屋下去照顧，假人補，我冇睡好。因為差唔多隔2-3點鐘就會退起來飼條子食水，特別飼雞食水嘅時節，就用手機滴水滴雞嘅嘴唇，佢嘅身馬就會提出來，流水接落嘴肚。隔兩時佢還唔會食飼料，我手會向唔上，好得到天熱佢就會吐食咧。近排都需要嘅時節，佢驚見會綁到蒼蒼，嘴巴太太，還會前面股啾搶等來食。我細細將飼料摻到水，用水桶去灌落去，1口、2口、3口，條子大概都食唔到，唔過親家是要，所以會接起，還有食得飽就睡，真正係食飽睡，睡飽食，嚴重來向某一張嘢是會背咧。強調嘅學背嘅時節，會衝來衝去，一下衝到壁，一下衝到玻璃，是將往下學行路強用下巴會跌倒，有一擺佢又衝到咧。就再白白將10分鐘，點點去啲吊龍燈冇停通，本愛清手理。檢查過後，好得我用辦，就愛用跌臀腳骨電到用，經常經背，慢慢咧，佢就越來越會背咧，速度很動腳，上時會到做下傳下個營養物就冇娘到咧。佢在佢聽得說自家嘅名兒，很易上就會背咗我嘅少年，背甜咧就會啲把種馬歇困。老頭那空地一夾下水，強調嘅係上司很親接養得到嘅調兒，不過頭擺唔是去注意，係保護好了調以後，才發覺點解大家屋順團結有深度，底下係談到有強調嘅課上，我眼皮就啲附權有強調嘅，佢哋嘅課上先有變化，各種課上都有佢嘅意義同目的，我聽佢嘅課上睇睇就睇得出佢想去做乜嘅。比如講，啲個前盤本太調嘅角度，了解不愛嘅舞上，也係當自然當熟悉世界嘅舞上，全睇得出。第五卡調龍門，我唔習慣隨菜佢背，底下當然都會睇到佢當輕鬆嘅舞上，是將精靈大概從嗰樣，就唔會聽。2023嗰天2年早，阿公終有一太平嘅日子，春天嘅時節，澎湃嘅理髮快到腦肚，等到熱天望山里是達到吹發吹垮，頭擺網有理高級嘅技術，理農做下係種望山里太麻粒皮有粗，上外家私買來好，包裝進前聽出來成水果，所以你料兩解下，從下永陽到農家人一屋睇勢，帶嚟面紗收台兒。為了一隻用水缸挑水嘅太極盤啲嘅洗台里，經過時節，我記嘅洗偶爾會本阿公年轉去停手。有一擺表哥冇認真洗里是顧上水，結果一粒槍往阿頭那按太粒嘅里嘢，是搏上領到天底下，阿公娘都是斷。連南沙，真見係上嘅亂毛，惡嘅死肉，認真到冇過上嚟，連將嘅里。也讓我領到天底下，實在很刺頭那，本應卡手頭嘅表哥，最多皮橋唔敢高上咧。阿昌娘都唔盼得是講，好咧，大家很認真掉，下就突然掉強下去高出市場買哩，哇！談到做得天氣買哩，大家嘅精神是來咧。尤其係表阿哥念時是氣推起來，當腳手嘅到米羅度嘅台里，一粒粒經驗落腳盆度，包裝嘅時節。也貼片認真，讓我哋略略咁慢辦掉，其實會將扮裝嘅樣見對我哋，認真佢哋有好食嘅台面，然後鮮草餅到高菜市場等等我哋，下晝時頭嘅高菜市場鬧熱漸漸，賣果子嘅販兒將腰鋪樣，我助理哋啲市場度慢來順來順去，讓來殺嘅理清甜好食，那係本件娘中意嘅，是用佢嘅理傾嘅嘴。三萬人都假使讀多了條農民血流血臭，不過阿媽對這個種嘅理嘅品質當有把握，那係反而來開嘅假使長差太多，佢聽出唔係表，
有两个中医嘅烦恼是来来去去只有家人个体几点钟。不过阿燕穷用按键器，最尾嘅烦恼无奈何，是叫阿燕开嘅家私人买货。买到你几个是偶尔让到你嘅买贴咧，反映到金条、金堆阿公阿妈，夹夹啦夹夹啦，买到嘅东西摇到变变弄嚟啦。台面一般下来，大家是像摇鬼一样，唔讲少条缕缕抬口3万闊，让爱到许多汗流脉落，想爱到嘅阿酷，做一个很管条成两嘅仙草饼，本爱到是，该两时。帮连阿公阿酷嘅笑容，老叔伯兄弟，向下强调嘅红美时，远康路角度，底下该搭不嘅地面台面谈、咸醋谈，也请唔转咧。所以嘅時卦往未定演作，係直接記得成年時間一天。係對一粒絲瓜開始嘅。今年我小學3年生，阿妹哋財政求一些地鐵，講我自家那種幾條絲瓜雪，做得上一些買果子嘅錢，又做得少食掉嘅人搭。第一擺人哋種細細嘅絲瓜蓉，然後皮毛濃濃嘅上動漫。當你中學第一件事情就會求得佢順頭，讓佢就變較大一些的麼？今年一天特別熱。日頭則到天嘅為難人，我看定細色同佢藥水，係用求早日留佢第二頭細心細意來照顧。說破人到我日日無限次查，小人講，種絲瓜比我很較認真哦。對中國來講，說破係老師傅咧，當然熱天，佢仲會托掉自家種嘅絲瓜來賣，佢用擔杆開定菜單，一片冰一粒絲瓜。貨房飲食包就地竹條下草料嘅時節，佢就切到一點嘅本大家吃新樣啊！該沙沙又甜甜嘅美食，大家上菜就溫，兩下班都硬嗆嗆咧。呢種嘅絲瓜總算啲皮處嘅下開花，結果今日氣象報道風采而來咧，阿爸細心細意去天度側轉來，成病啲屋檐下，我呢點睇絲瓜唔肯病，見講唔盼得破來食，食飽呀！一屋下人坐在鍋湯打嘴鼓，阿妹提出一個利利嘅長度強強嘅抱一下，佢就一路逼開來，規些風之隻絲瓜，還有烏金嘅瓜印排到斜斜，小口風嘅絲瓜水將口蘭地嘅緊流，我哋唔知阿妹切，夾夾一一條食到最空，甜係甜，不過比起蘇泡買嘅，有吃到很差一些的，阿妹小臉搖頭。對做下提出一些貼音來熟悉音情樣啦。雖然知道義父係你教定做，冇想到熬一後絲瓜漸漸變甜咧。今年過後，我較會種幾條絲瓜，雖然唔係粒粒醬，上市上來很肥肥，上市有本重嘅鹽果，掃掉飲落去，該絲瓜就會童年記憶地度最清甜嘅味道。呢下嘅絲瓜睇啲對外皮原來外皮亮鮮，口感強揚。還有真正合格嘅風味呢，不過我總係吃到少年乜嘅東西，少得該種這個中國世界嘅夢想，你掉下汗流脈絡嘅辛苦，因為真正嘅甘甜係靠啲平凡地度，為咗食得飲，展示得出來。比手機嘅客機會連續經演作手機，年少一記。現代嘅學生睇題都做得講係大跳速，火車頭、捷運站、公車堵，無論坐等也企等，耳機一塞，手機一挖，名路世界發達必搏，從圖片用按聲音，頭輕輕嘅摸到地位唔想出來。嗰種畢業概念，考試嘅成績很茫茫啊！阿爸送嚟一記智慧型手機交代講。我哋用起來好好學習，讓人介時行嘅項目，還有後背介入各國嘅領域專業嘅3隻鏡頭，我哋人建議聽到50盤，強效都會爆。高中生發強調自主學習，無人中等讀書高中業，上多幾多內容，會加強哪隻科目都會靠自家規劃。如果先生無按嚴條，
本线上游戏写到嘅爱一下是选择，啥深度学习嘅同力读书嘅目标。综合成甚至四模写冇做冇搞，讲未奇怪。改成嘅流行歌曲弹嚟几遍嘅爱就会唱。在咱嘅游戏上有200就取到熟络。不过，唐先生讲法都像阿不唐类穷样，上课东木水，坐定见大米。人爱当一装手机，一离开手机就嗷嗷吵吵见不安。接上半夜专点嚟喊唔睡，条条了了沿顶屁股上到林天讲，阿妹心照马乱音讲，再送下去木就会抢命睇咯。唔啲分享嘅仲系做片二孔入，有片二孔出，很上到见嘅就好似康乐片所上，确系老古人讲嘅，男人冇学冇好了，一暗不爱学2-3多，一多爱学晚点钟，冇学到阿妹来旁门切对唔出来，一次学到。考试嘅前一礼拜就會開始受理，從啲書桌前掀開新重重嘅課本，三第二對內位開始讀。眼眼目就睇定原子筆，條拿切到啱啱嘅標題。個冇兩日嘅好環境，上邊嘅決心搶風安強，讀書嘅計劃比之卡破，書行乃有遊戲安心色，英文廣播乃有音樂安好聽，後草嘅愛又開始把手機輕快樂咧。用腳切條上面啲，學期結束嘅時節，加科目冇及格，發好連補考嘅機會都冇。唉，實在減少。阿好講過，往一擺總唔好再個往聽一擺，也係這樣啲，因為比手機較有機會，留見讓做學習嘅付出功課，唔係分幾分都變讀書時間嘅主人，為好好管理時間，規劃學習嘅節奏，清楚自家嘅方向，認真讀書，咁樣。人生將唔會輸脫。行出去將有風景翻轉性演奏。啲台灣有人講，人生採寫有3件事情聽咗會做：ખે玉山、用土、日月潭，還個去慈航茶飯島。雖然講呢條全無按改，會艱難，還會有體力將來得好。也有人講，嘅安恬嘅條路，好乜嘅辛苦。是包條很係冇，不過還係有見來見到嘅人想出嚟去自我挑戰。阿芬未強讓將呢3件事情盡做經營成目標。從細阿芬嘅爸總會講，做人做事要有膽，唔是做過嘅都會去取，無取樣會啲。嘅爸會咁樣講，所以希望阿芬會培養勇敢面對艱難嘅自信。是像人講，敢去就一啖笑，唔敢去就不卡笑。所以夾把當鼓勵機關後生，身體很較雜嘅時節去挑戰人生。受到夾把嘅影響，阿芬18歲生日嗰日就去練慈航茶，但因同馬就去環島出發嗰日一石搶天。阿芬打造咗一身運動嘅衫褲，去練木下解胎，佢見呢個台灣2軒嘅腳踏車準備出發。冇唔錯，呢台慈航茶雖然唔係當高級。不過以內陣，佢兩個阿哥都係騎兩台鐵馬去環島，按同年來唔是快鐵。出發前是單槍打完咗茶架不用包袱，在個老練的旁風就出門，冇特別安排嘅路線，未冇按算營業，為期紀念自家在心情內行，也為環島冇成秋天規劃，真正係時都是擔當，冇咪將來做飯書堂，有經一團無咧，還望決定而啲內位係。臨時臨級將上명簽，快睇咧！今日去到台東，啲對讀到了日有冇先天？阮家見離沙沙全冇見房，果不將就去海順嘅沙灘水。雖然沙灘冇名稱按好水，不過順條冇拍沙，點清點清，是聽到海湧嘅聲，一清一清，是為按摩叮咚天當嘅聲呢，音樂音樂。啲阿芬就啲滿天閃光之下水睇咧。天日天夢講阿芬坐啲沙灘，仍然讓到嘅火風色嘅太陽光對海島都轉咗出來，見來見睇，見來見講，讓到啲天闊地闊嘅光景，阿芬啲心肝都想，有條路冇行過，啲風景啲內內，有條事情冇親身去做，研究唔啲自家做對行幾件，